大家首先要明白，以前咧係於法無據，喺2002年開始咧係於法有據。呢一個TVB 嘅行為係犯法嘅。點解係犯法咧？因為佢咁嘅，a licensee i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a television program service market shall not abuse its position。一個有壟斷性地位嘅電視台咧，係唔能夠濫用佢呢一個權力，即係咁樣。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徹底嘅自由市場，因為佢係一個寡頭市場。佢已經係 dominant position 啦。嚇！咁當然啦，其實我講80%咧，係連埋 Now 同埋 Cable 數內咧 ，TVB 都80%。如果淨係對呢個 ATV 嚟講係90幾個%，咁呢個當然係現呢個 dominant position 啦。而呢個 dominant position 係點樣得翻嚟嘅咧？係因為歷史上佢首先廣播咗5年，建立咗嗰個慣性觀眾，然後咧又建立咗慣性廣告層啦。當然係財多勢眾啦。咁嗰陣時我哋麗的同佢打過之後，喂。我哋走咗之後，其他都有人屢次打，咁佢有個 dominant position 咧，佢屢次咧就係抄你哋啲節目，你做乜嘢佢立即做乜嘢。呢個就係即係有錢人唔使吹口哨咯，你做乜我咪做乜咯。係啊，即係譬如話我做呢一個天蠶變，佢立即就變咗做楚留香嚟到對抗，你明唔明啊？咁於是咧佢就利用佢嘅 dominant position 咧嚟到去壓迫佢，即係咁樣嚇。咁尤其是如果佢嘅壓迫一成功嘅話咧，對方散咗1、2次之後變成弱勢咧，就更加難爬翻上嚟啊嘛。咁於是咧就變咗強弱懸殊之下咧，就非常之難咧就爬翻上嚟。即係好似街市咁，咪一出世就已經俾人哋踩到冇咗。佢構成咗咧一個咧就叫惡性循環，即係咁樣。嗱，我再解釋 Section 13俾大家聽。呢一個咁嘅法例嘅意義咧，係當有一個人做一樣嘢，係有個 purpose，佢嘅動機或者個 effect 個後果，即係兩樣都有，係防止扭曲或者限制電視市場嘅競爭嘅話，此為犯法。喂，咁我問你啊，你簽一班人翻嚟，簽晒所有人翻嚟，只係得一個 show 嘅啫，100蚊。而唔準佢去對手個電視台做，係咪 limiting the competition 咧？呢一個係 distort 個 competition 咧。嗱呢度咧，而且咧寫得非常之清楚嘅，就係呢一個係其中一樣嘢咧，就唔能夠限制人哋提供 services 俾你嘅 competitor。restricting the supply goods or services to competitor。咁我問你，大家知唔知道咧？嗰張歌星合約咧？就唔係一張 labour contract 嚟嘅，佢話明唔係一張 labour contract，係賣產品，係就係 supply 個 services， 而 supply services 就只能夠 supply 俾 TVB， 唔能夠 supply 俾咁啊，一定係壟斷行為啦。咁呢個好明顯係觸犯嘅呢個條例係，所以我當日指控佢就係如此啊嘛。好啦，第一，你利用你嘅優勢地位，你當然係多人睇啦。咁於是咧呢個就又觸犯另外一條喎。就因為你利用你嘅優勢地位，可以 apply 好 harsh 嘅條件去俾其他嗰啲人，你知唔知啊？呢個叫唔能夠唔接受。abuse 就係 dominant position，即係你上一條讀。你唔俾我，你唔上嚟我度，你去 ATV， 我杯葛你。喂，大家知道周華健上一次 ATV， 以後喺人間蒸發咗，而家謝安琪也如是，張學友也如是。咁當年五虎將都係啦，條唔死得仲慘。劉德華要識風刀啊，嗰個黃咩堂嗰啲人話你 TVB 捧到人出嚟，你而家捧到人出嚟咧？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噶嘛？你多人睇，你咪捧到人出嚟咯。你越多人睇，你越捧到人出嚟。然後你因為捧到人出嚟，你同佢簽咗張好長嘅合同，繼續去剝削其他嗰啲人。然後繼續唔俾佢其他嘅電視台做嘢。造成香港嗰個電視市場90幾比幾，長期90幾比幾。咁於是咧，所有嘅創作人幕前幕後都冇晒生存嘅空間，扼殺香港嘅創意工業，而係益晒啲官僚，即係陳志雲呢啲咁嘅人。而你好明顯見到佢唔係靠佢嘅質素能夠企90幾個%，喺海外 TVB 係節節敗退，可以話俾你聽，係俾人哋打到嘅。由90幾年開始，個 dominant position 喺星馬完全消失晒，喺台灣完全消失晒，喺深圳以北都已經係同呢個珠江電視台平拍嘅啫，而家係，即係話佢根本唔係靠個節目嘅質素而能夠存在。好啦，呢個藝員呢啲係其中一樣嘢，第二樣嘢，你唔能夠用個 dominant position 啊
去逼對方答一張 contract 係同嗰樣嘢無關嘅。即係舉個例，我俾獎你叫你拍戲，我問下你，如果立法會傳召劉德華、黎明嗰啲人上嚟作證，都係我做嘅啦。有冇人會佢哋敢唔敢發假誓話冇應承過啊？呢個係惡劣到點樣樣咧？佢哋係恐嚇到咧，唔好講話嗰啲歌星明星唔能夠去第二個電視台都得，就係佢哋啲經理人去嘅都已經杯葛，你知唔知啊？即係惡到咁挑交關噶嘛？TVB 係你要明白係。如果一公開聆訊，仲 call 翻佢以前嗰啲行政人員翻嚟，喂，飛道儀啊、何定君啊、謝安琪啊嗰啲一講，喂，呢個真相大白，要挾人呢一個拍戲廉價拍戲，如果咪唔俾獎嘅，恐嚇啲廣告客戶唔准去 ATV 賣廣告，恐嚇所有人唔准去其他，唔係呢個係直情係連人權都冇啊！就算你有張 employment contract， 即係譬如啦，我喺你公司做啊。喂，如果有新聞訪問你咧，我係唔能夠阻止新聞訪問你嘅。係啊，你明唔明啊？嗰個係佢涉及個知情權嘅問題。而 TVB 嘅合約就係全世界嘅電視台都唔能夠上嘅，新聞都唔上得嘅。呢一個廣管局喺2002年開始，呢13、14、15條已經係存在，係長期漠視呢一樣嘢嘅存在。而14條就話廣管局係可以根據呢啲嘢作出新嘅指引嚟到等。佢有一個競爭性嘅環境，即係以前香港電訊係大晒㗎，咁香港電訊要俾人駁線啦，你知嘛？如果人哋冇辦法可以同你競爭㗎，啱唔啱啊？你係有權作一啲新例出嚟，令到佢成為一個有競爭嘅市場，栽培佢成為一個人嘅，而係從來係冇做到，所有人都係啞嘅，所以我先至係舊年6月先至開始。其實我講咗10幾20年，就好似發難呢個大衛與巨人嘅故事啊嘛，即係呢一個係我呢樣嘢，我獨立講咗20幾年，即係咁樣，即係好似大姐明做，今日睇真啲，你就立即做個城市追擊出嚟，擺喺同一嘅時間，你明唔明啊？明白。從來人哋就整一個包青天，你又立即整個包青天，永遠都係咁樣嘅，即係咁樣係。係。咪呢啲行為係可以被限制嘅，即係好似而家中國係限制緊中國移動，因為要俾其他嗰啲無線電 operator 入啊嘛，係咪啊？呢個亦外國呢亦都有先例。如果要香港嘅創意文化可以存在，一定要通過一啲新例。第一係要告 TVB 賠翻過去嗰3年嘅全部盈利出嚟，賠一啲俾消費者啦，賠一啲俾 Cable，賠一啲俾 Now， 賠一啲俾 ATV。咁成條數佢真係破產喎，即集少啊！條數大到咁。呢個真係即係我先咁講。嗰種欺壓啲創作人員、欺壓啲藝員、欺壓啲歌星、欺壓到係100蚊一年嘅人工係，即係你知唔知啊？你都唔能夠講嘅，即係嗰種欺壓法係，即係完全人哋唔能夠生存嘅呢一個就係咁樣。喂，咁樣嘅嘢喺香港咁嘅社會，你點能夠俾佢存在咧？即係長期就係咁樣存在，即係咁樣係。而一定 call 出嚟，一定係真相大白㗎，冇人能夠偏袒㗎。我都話，另外嗰4項措施啊嘛，呢啲係咪外國有先例㗎？第一。係有權通過一個咁嘅廣管局條例，制播分家。唔該，你出年咧就唔準自己拍戲同做有線節目，冚唪唥要 outsource。呢個即死啊！呢個。第二就係唔準簽長期藝員啊嘛，你知唔知啊？冇人呢啲係喺外國存在嘅嘢，你唔好以為好得意，即係咁樣係。第三，喂，如果你要 balance programming 黃金時間嗰3個鐘頭，係咪應該1個鐘頭只準1個鐘頭戲劇，1個鐘頭新聞，1個鐘頭紀錄片啊？大家扣勻佢啊，即係咁樣。咁於是你拍你播紀錄片嗰陣時，亞視咪播戲劇咯，咁啊大家咪有得玩咯，你明唔明啊？呢個美國係有嘅，呢個叫 Prime Times Sex Act， 你知唔知啊？呢啲嘢全部都存在嘅啫，呢啲嘢係。喂，第4當然我主張每個幾年就大家執位啦，啲頻譜邊個出多錢錢多嗰個咪執咗頻譜先，唔係即係 ATV 可以擺咗喺 TVB 個頻道度播咯，即係咁樣。你有咩權長期霸咗個慣性頻譜而唔需要俾錢嘅咧？係咪啊？呢一個係你如果講呢一個係為香港嘅市民啊嘅利益請命，為咗香港嘅所有嘅創意工業，為咗香港嘅藝人啊，呢一個係俾佢蝦到咧，係完全冇聲出嘅，即係我可以咁講係。好啦，而家只係拉一個陳志雲，而係成個 TVB 喺過20年係咁樣徹底腐敗。陳志雲只係冰山一角，呢樣嘢咧其實就由頂至底都做。
啲人即係啲女高層又要送 MS 手袋啦，幾皮嘢一個嗰啲啦，即係送俾佢。係啊，即係嗰個藝員同我講，喂，我都好想喺 TVB 撈得起，但係 TVB 咧要撈得起咧，就一定要擦鞋。擦鞋要送嘢。要錢。但係我都有資格嗰啲人先俾我擦鞋送嘢㗎，你知唔知啊？我連擦鞋送嘢嘅資格都冇。擦鞋，太多人想擦鞋啦。係啦，太多人想擦鞋。收埋個家丁，你講過啦。係由家丁開始收買上去，即係咁樣係。唔收個家丁唔掂。所以我譬如我個爸爸係名人，咁你就開始有資格擦鞋啦。你明唔明啊？明白。你屋企係有錢佬，你有資格去擦鞋。你喺外國留學翻嚟，你有資格擦鞋。如果你係貧賤出身嗰啲咧，你就連擦鞋送禮嘅資格都冇。我可以講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啊嘛，佢冇錢點擦鞋啫？唔擦鞋就冇錢啦。咁即係得罪石獅子嘅乾淨嘅啫。係啊，咁而且仲由陳慶祥開始，我可以講俾你聽，不停性欺凌啲藝員。哦，咁樣。呢個陳慶祥嗰嘢出名啦，喺深圳啊嘛，嗰個香港小姐好大波嗰個叫咩名啊？我又聽過兩單，我淨係講兩單陳慶祥啲咩，而係成個 TVB 都係如此。嗰個欺凌個大波女郎，個大波女郎半夜喺深圳嗰度同人哋去深圳嗰度唔知咩慶典，佢話想食奶，佢上去敲門，嗰個嘢唔肯開門。陳慶祥堅持要進入，半夜3點鐘，嗰個嘢堅持唔俾佢進入。陳慶祥就攞滅火筒去咁大鑊撞到門，結果嗰個嘢就係報警。唔係咁衝動啊！總經理係可以搞 Q 到咁樣做。陳慶祥因為佢政府個 ICAC 啊嘛，所以佢係權臣嚟嘅喎。即係 TVB 嘅高層係會咁做嘅。咁如果陳慶祥可以咁做，其他人都咁做喎。係啊，係層層咁樣欺凌人，即係咁樣係。我要寫封信俾所有然後再揾啲人簽名，俾所有立法會議員，一用特權法攞召嗰啲人嚟作證，死 Q 梗啊 TVB！ 我話俾你，一定瓦解啊，即係咁樣係。咁唔使驚嘅，你好難嘅，因為啲立法會議員好怕 TVB 噶嘛。唔係，其實佢而家已經唔怕啦，因為我有人一開頭話嘈咧，佢哋就要攞民望攞分㗎啦嘛。唔係，因為佢哋好怕 TVB 唔俾佢出鏡啊嘛。呢個係好簡單嘅道理。唔係，但係一嘈開咧，佢哋就要攞分㗎啦嘛。呢個就係。咁啊，真係。睇下佢哋會唔會搏一鋪啊？你召得開呢個聽證會咧，就第幾大審訊嚟嘅香港嘅。唔係個問題就係嗰啲立法會議員夠唔夠膽啦？即係會得罪，因為其實我覺得其實即係 TVB 喺共產黨同埋香港嗱，我再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其實咧就聽證會之後第二日，阿張永林走嚟呢度拜見我就話俾你聽，你一定要告呢個 TVB， 我一定 follow up 用公開信告 TVB， 所以咧亞視咧就 follow up 告 TVB。係啊，亞視唔告嘅真係奇撚怪嘅，俾人哋恰嗰個唔撚告，我哋走去告晒撚氣啊！其實嗰日佢俾人窒啦，問啲記者問點解亞視唔出聲，因為俾人強姦開。咁而家張永林都冇啦，但係佢搞落咗嘅咪就告佢嗰5條罪咯，即係咁樣樣係。咁而家受唔受理啊？而家表面證供成立，表面證供成立啊！要全面調查 TVB 㗎啦，已經敲響晒喪鐘㗎啦，已經係。哦，咁即係我可以預測，即係東方頭版㗎啦，呢個單嘢係。TVB 會俾人瓜分咯。因為其實 TVB 嘅政治 coverage 咧唔夠 ATV 啊嘛，砌低一啲 TVB 咧，佢哋覺得係平衡嚟嘅。我主要覺得係阿邵逸夫嗰個王國開始，如果邵逸夫喺度係唔會俾所以你見到表面證供成立就係話睇下班議員會唔會覺得呢一鋪係搏得過啫嘛？我相信北京嘅意思都係唔好可以俾 TVB 一間獨大嘅，即係咁樣樣。因為係危險嘅，對佢哋嚟講，永遠一個人獨大係危險嘅。驚邵逸夫之後可能會有啲佢唔信得過嘅勢力可以控制到 TVB 㗎。係啊係啊，唔係唔使㗎，佢控制 TVB 唔得咯。好啊，而家用5分鐘，我哋睇睇 The Making of 呢個 3D 肉蒲團。係咩有咩？有啊，大家睇下。我一睇㗎。喺大陸勁到不得了，一擺就係大陸呢個新浪推啊嘛。哦，新浪都幫你推啊！新浪幫我推。呢個就係肉蒲團製作啊。係。哦。開啲聲。佢而家撈緊。多唔多唔係啊？撈緊。不過我哋講住先啦。係咁樣啦，我可以講俾你聽 ，TVB 嗰種腐敗法咧，就係如果佢俾你入個廠度，嗰啲搭完景嗰啲鐵釘啊，俾你掃走，佢哋已經發達㗎啦。係。佢嗰種浪費法咧，一年咧就用成1000幾百萬鐵釘嘅，你拎翻去賣廢鐵咧就揾到幾百萬。咁當然有人拎去賣啦。係，當然有人拎咗去賣啦。嚇，一個腐敗嘅王國一定係咁啊。係啊，王國。即係呢一個，而係呢一個大家都知啦。阿方小姐，喂，邊個會為佢車大炮？邊個會為佢冇犯法嘅風險啫？如果一出嚟作證就係。